久长以来，大家拢讲这个保特瓶塑胶干仔有含塑化剂。网络甚至来传一条新闻，讲10岁小女童把这个保特瓶当作是水倒来使用，结果月经是提早来洗。咱的记者实际去甲动物科的医师来纠正，事实毋是安尼哦。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。 伫便利商店买汽水、茶饮料、矿泉水，拢是塑胶干仔包装。塑胶干仔好杂，真侪人为了环保，拢会摕来中和使用。也不过最近网络有一个文章，大家咧传来传去。 顶面写讲，塑胶干仔滴水来啉，10岁查某囡仔皮肤烂一冬，月经嘛来啊。相关的报道有几啊篇，阮决定去问动物科的医师，网络安尼伫传，敢有根据？其实保特瓶是不含有塑化剂的，然后可是为什么大家会认为说保特瓶可能含有塑化剂？主要是保特瓶其实它真正是 PET 它是记乙烯对苯2甲酸酯，它名字有点类似塑化剂的学名，所以大家会误认为说。 保特瓶是可能会含有塑化剂。更加推翻咱的观念的是，就算用塑胶干仔底烧水，嘛没有塑化剂产生。也不过点开网络传来传去的报道，甚至佫讲，除了塑化剂，塑胶干仔还有一种重金属成分叫铁。用塑胶干仔底水，水内面嘛没有铁，这敢真正有影？ 德国他们有做过研究说，其实保特瓶，某一些会有微量的锂，政府有在把关，其实都应该是，我想是没问题的。虽然塑胶干仔无塑化剂，其中的重金属铁含量嘛未去伤到人体，不过医生建议讲，上好莫中和使用，毕竟这塑胶干仔就是抛弃型的容器，上好用刷的回收，健康佮环保。